社会消息来关心，顶礼拜一，新北市永歌永道路这间烘肉店，互这个贼仔走入去内底偷摕，贼仔亲门大户趁被害者伫咧后壁洗碗，直接弄入去店内来偷摕皮包啊。规个过程，搁再恐吓这个5岁囡仔，因为这个囡仔看见现，伊叫伊莫出声，被害者拢总损失18000外块现金，这条钱拢是店头准备要付互囡仔注册，也搁有储税用的。警察嘛已经锁定到这个嫌疑犯的身份，即嘛要赶紧来掠贼。这个穿蓝色外套的查甫人行入去烘肉店内底四界看，刷来看到桌顶有一卡牌啊，就直接伸手甲内底皮夹仔摕去，放伫裤袋仔内底，尾啊走去。当人的面头前，甲皮包甲摕去哦，这算做抢还是偷的？这个贼仔拢唔惊店内有人伫的，为敢是去另外一个角度来看，迄当阵这个贼仔来到店内，看到有一个查甫囡仔掠伊金看，敢若佮伊恐吓，叫伊莫出声，所以就甲皮夹仔摕去。贼仔烦恼会有人过来，就骹底抹油赶紧选。我儿子后来他去后面叫我妈，那个阿公拿妈妈的钱包走了，小房租的，还有那个我的小孩上课的。辛苦赚的钱，互贼仔拼去，妈妈唔敢去伤心。这件案件发生伫18号早起10点外，新北市永歌永桃路顶的一间烘肉店。迄当阵，红请来做店员的被害人伫后壁无用洗碗，甲牌仔放伫头前的桌顶，想要到贼仔趁这个时阵走入去店内，甲被害人的皮夹仔偷摕去，内底有18000块的现金，甲信用卡这证件全部拢无去。伊5岁后生伫咧现场全部拢看到。以锁定窃嫌的身份。积极通知到案说明。根据了解，这个贼仔有真侪前科，普通是无咧上班，住的所在嘛无固定，常常出现伫桃园，用同款的手法4假犯案，早就毋是头一回啊！警方已经掌握到贼仔的身份，会赶紧甲伊抓起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